宜兰的五股圳最近是定有人钓到鱼虎，即马环保团体是烦恼讲，这强势的外来种恐惊会冲击到当地的生态。来到52甲湿地片五股圳，会当看到内底拢有民众的粪扫布地连铺漂这外来种的水草，规个水面拢是，互当地人真生气。退潮的时阵，就落下边，真正落下边；涨潮的时阵，就水阁起哩。地方表示，有民众因为善意，定定会斗3共清理圳内的粪扫甲水草啊。不过个人的能力有限，县政府嘛无补助，县政府应该出面维护管理。除了粪扫甲水草的问题，环保团体嘛发现五股圳内底最近定定互钓鱼的人去钓到超过30公分长的鱼虎，烦恼这种的强势外来鱼种会对当地造成生态冲击。让对泰国鲤鱼对所有的鱼类。目前的五股菌看的大部分鱼类应该都有威胁。环保团体表示，最近五股圳这的东山河水下鱼虎已经愈来愈多，会严重排挤七拉鱼、罗汉鱼这原生鱼的生存环境。呼吁民众若做钓到鱼虎，唔通够放倒转去。目前我们还是以监测为主了，那必要的话，我们当然需要做适度的一些移除。我们未来如果有相关计划，也会来进行。那尽量去保护本土种，它能够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。县政府表示，针对外来鱼的防治，也是会以监测为主。若做有必要，也是有相关计划，才会做移除。若是五股圳内底的粪扫甲外来种的水草啊，县政府原来加强管理，强烈清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